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休閒步行者頻道。今日帶大家去福田皇崗食呢間新開嘅鮮燻水產，開業優惠真係幾有誠意。平時要幾百蚊先食到嘅靚海鮮，而家用大眾點評68蚊抵100蚊代金券，埋單直接平一截，仲有港人專屬折扣，支持港紙1:1支付，優惠期有限。建議大家見到就團定先。今日我哋會行運2000尺超大藝術空間，揀百幾款生猛海鮮，逐樣試真佢，跟住我一齊入鋪實測。記得幫手點讚、訂閱同分享。前面就係全新開業嘅鮮燻水產海鮮雜市火鍋，喺門口已經睇到佢哋嘅食法介紹同收費方式啦。首先就係揀個鍋底，鍋底就有好多種，數咗下有14種啊。收費就係按唔同顏色嘅餐盤去計價，最平嘅綠色盤就係3蚊9角8，最貴嘅黑色盤係59蚊9角8。相同顏色嘅盤價格就全部一樣啦。嗱，有2個優惠食法，2揀1唔可以疊加。第一個帶香港身份證係大眾點評買券消費，直接全單68折。第二個用港幣結算1:1計，唔使兌人民幣都抵玩。呢個優惠係新開張限定，之後好大機會收翻，所以建議大家先喺平台買定代金券，得閒先過關食，跟住再入去帶大家睇下環境。呢間鋪有成2000尺，裝修係藝術科技風，用咗蘋果店同款陽極氧化鋁材，有成面落地玻璃，自然光曬入嚟，完全唔逼夾，坐得好舒服。中間就係環形自助海鮮台，底下係海鮮池，台上就係處理好嘅鮮活海產，鮮活程度完全睇得見。成間鋪總共有200幾款菜式，成百款海鮮，逐樣帶大家去睇。首先見到隻就係麵包蟹，好大一個價格就係168蚊。咁依家睇到啲價格全部都係原價。埋單嘅時候再會喺個價格嘅基礎上打68折嘅，價錢仲更加着數。跟住過嚟就有切好嘅半隻小青龍，全部都大晒膏。紅色盤價格就係39蚊9角8，小膏蟹都有斬開。中式盤係45蚊9角8，啲蘭花蟹、富貴蝦全部都係同一個價格。除咗平價嘅海鮮，佢哋仲會時常推出一啲時令款，好似個三文魚同魚頭。今日嘅特惠價格就係9蚊9。另外仲會有一啲頂級嘅海鮮食材，好似黑金鮑，一個嘅價格就係198蚊。無論係平價嘅海鮮定係頂級嘅海鮮刺身，呢邊都食得到。除咗海鮮呢，佢哋仲有10幾種唔同嘅菜式嘅。跟住我哋就睇下其他嘅食材啦，好豐富嘅。先睇火鍋蒜菜。除咗食海鮮，呢度仲有埋牛肉檔，牛肉嘅各種部位都有，全部係新鮮切開嘅，質素同平時食嗰種專做潮汕牛肉火鍋一樣咁好。另外仲有現切嘅扇雞，一望就知好新鮮啊！再行過嚟仲見有專做刺身壽司嘅區域，有金磚鵝肝啦，仲有三文魚，三文魚全部都喺隔離嘅刺身房度現切嘅。
再過嚟就係燒烤區同熟食區啦。燒烤有好多種唔同嘅串燒，羊肉串有，牛肉串又有。想食肉得，想食齋又得，仲見到有一啲涼菜海鮮，好啱送走喎。揀完菜就揀鍋底，鍋底有好多種選擇，味道都寫得清清楚楚，中意食咩味道都有。有滋補養生嘅，又有啲重口嘅辣鍋。鍋底隔離，仲有飲品、甜品同水果區，全部都喺獨立冰櫃面雪住，有好多種手工製作嘅飲品，價格都係10蚊左右。底下仲有一啲潮州奶凍小蛋糕，都有好多款揀，個個都好精緻。水果全部清洗乾淨，用保鮮盒裝好嘅，價格咧都係10零蚊。最後就係罐裝飲品，有冰凍嘅，又有常溫嘅，有各種茶飲啦，又有各種啤酒。另外佢哋係有小推車嘅，我哋攞菜時用小推車可以一次過攞齊想食嘅菜品，好方便。我就揀咗啲我中意食嘅菜品，有海鮮啦，又有牛肉啦。鍋底呢，揀咗滋補養生鍋，五指無桃鍋底。跟住同大家一齊嚟試下味道先。先試個南非包，灼幾分鐘就得，好大一個，我覺得應該係有3頭左右。折完嘅價格就係30蚊左右。食起身個肉係好厚嘅，非常彈牙，完全冇雪味。本身個鍋底就已經有個鹹味啦，所以淨係食就食得到佢嘅鮮同個鍋底嘅五指無桃香味。我覺得唔需要蘸料就已經夠味啦。跟住再試小青龍，小青龍半隻嘅肉都唔少，每一隻都爆散糕嘅。灼完之後啲蝦肉都係雪白雪白咁，食起身就好清甜，配埋五指無桃鍋底，個味都幾夾嘅。跟住呢個係富貴蝦，攞上台嘅時候仲喺度喐緊，個顏色望住都好富貴。煮好之後呢都唔會縮水，個味道食起身係好鮮甜嘅，好似厚肉版嘅皮皮蝦。一個食落去就已經好滿足。金磚鵝肝嘅油脂香味好濃郁，仲可以食得出啲酒香，完全融入到啲鵝肝入面，口感綿密絲滑，冰鎮過食起身好似冰淇淋咁。鮮切牛肉可以做到立盤唔倒嘅，切得好薄身，肥瘦都係比較均勻嘅，可以食到牛肉嘅奶香，又可以食到胸口油嘅脆爽。個牛肉唔錯，好推薦。另外仲攞咗一盤鮮雞，鮮雞都係切得比較薄身，連埋啲雞皮一齊，所以食起身係有雞皮嘅脆彈，口感又有雞肉嘅雞香味。象拔蚌就比較有咬口，每一款食材都新鮮到冇得輸。食完埋單，鋪頭仲係用專用芯片掃碟結算，全程幾秒搞掂，完全冇錯單。我叫咗成枱貴價海鮮，先262.7蚊，用埋68折代金券，埋單只需100幾蚊。最後同大家講下最簡單嘅前往路線，由福田口岸過嚟係最近嘅，坐地鐵10號線，2個站就可以到達江夏站，由 D 出口出閘，跟住地圖步行8分鐘左右就會到達。餐廳就係3樓位置，我哋行到去嘅路口，再一直行入去，直至行到去天橋嘅位置。過天橋我哋就右轉，揾到升降機嘅位置。坐升降機上3樓，行前多少少係右手邊，好容易就揾到先分水產海鮮集市火鍋啦。鋪頭朝早11點開到晚黑10點，整體嚟講呢間新店真係好值得過嚟打卡。68蚊抵100蚊，代金券超着數。空間環境裝修又好，價錢實惠，冇套路，百幾款生猛海鮮平平食到。無論係約朋友聚餐、兩小口揾地方放鬆，都值得過嚟試。週末人流比較多，就建議提前預約啦。好，鍾意我今次介紹，記得大力點讚，留言話俾我，你最想試邊款海鮮，分享俾身邊鍾意打邊爐食海鮮嘅朋友。好，今次影片就介紹到呢度。如果鍾意我呢條片嘅，請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